依家展示嘅呢一部 RX7 就係用咗 HomeKong 最新嘅手動波，而目前示範嘅就係冇 clutch 嘅情況之下上波，而依家我就用踩 clutch 嚟上，當完美上波，右邊嘅儀表板就會出現黃色，玩家要撳住 Shift 去 clutch。當玩家完美上波，你就會得到加速獎勵，從而得到更好嘅加速效果，做到更加精準嘅爬頭。而家就同大家講解一下 DCT 雙離合器變速箱，而 DCT 係結合咗手動撥片同埋電腦自動嘅轉動系統，而呢一種嘅傳動系統多數都會出現喺歐美運動車道。手動撥片可以令到玩家喺唔同嘅地形使用唔同嘅波數，令到汽車更好駕駛，唔使再俾傳統 GTA 凹凸不平嘅地揸快車嘅時候彈嚟彈去，亦都可以喺高波嘅情況之下去欣賞愛車喺低轉數時候嘅咆哮。跟住嚟就同大家介紹混能模式，玩家只需要 hold 住 G 掣2秒，如果支援混能模式嘅車就會油電傳動互相更替，你架車冇夠晒油嘅時候更換做純電模式可以救你一命。而且呢啲混能傳動當啟用 EV 模式就會觸發車輛智能電腦系統，電腦智能系統會為你增強車輛嘅彎性，亦都幫你喺車輛失控嘅時候更加容易救車。呢一個突破性嘅系統暫時只係得我哋 HomeKong 先有。最後呢一個就係 Sequential 序列式半自動變速器，多數都會出現係 Sport Classic。如果係玩04直線加速嘅朋友，呢款傳動嘅車就一定最啱你。但係要記住呢一款車喺最高轉數嘅時候係冇辦法上波，要喺轉數喺恰當嘅高位先能夠完成操作。隆重介紹 HomeKong 獨有停車場 menu， 除咗可以叫車之外，仲可以實體檢視你所選擇嘅車，仲可以睇埋車嘅資訊同埋改裝參數。而且呢個車庫仲可以查閱其他車場同埋泊喺街邊嘅車，只要撳下個導航掣，架車嘅位置就會喺地圖上出現，唔會再有唔見咗架車嘅情況發生。